如果你想找一種長期又可靠的避孕方法，宮內避孕法 IUC 會是最適合你的選擇。這種方法一般亦稱為子宮環或者宮內節育器 IUD。這種方法高度有效，而且獲普遍採用，適合所有年齡、背景和生活方式的女性。事實上，宮內避孕法可以達到超過99% 有效避孕。在實際數字上，在使用超過5年期間，每100位女性中只有少於1位會懷孕。對比之下，避孕藥的有效程度較低。在使用1年期間，每100位女性中有8位會懷孕。宮內節育器其中一個最大的好處是在體內置入裝置後，你可以有幾年時間無需再考慮避孕問題。這種方法同時不會影響你的性生活，而且可以提供長期、持續的避孕效果。現時有2種宮內節育器可以配合你的需要，分別為荷爾蒙子宮環和同質宮內節育器，通常稱為同質子宮環。2種都是細小的 T 字型裝置，可以舒適地放在子宮內。由子宮環的兩臂固定位置。荷爾蒙子宮環含有一種稱為雌激素的荷爾蒙，這種荷爾蒙透過令子宮內膜變薄，同時令子宮頸的黏膜加厚，令精子難以進入子宮。對於需要有效避孕的女性，這是一種非常好的選擇，同時亦適合想治療經量過多，又或者在更年期間用作荷爾蒙替代療法 HRT 一部分的女性。荷爾蒙子宮環通常在置入後7天內會開始產生效用。同質子宮環不含荷爾蒙，透過阻礙精子令卵子受孕來產生效用。同質子宮環在置入體內後會即時有效，而且不會影響月經規律。對於想避免使用荷爾蒙的女性，是較理想的選擇。2種宮內節育器都可以在月經週期的幾乎任何時間置入，只要當時你沒有機會已懷孕。在部分情況下，置入前可能需要額外測試，特別是如果你曾經有經量過多或不規則出血，但醫療護理人員會提供指引。視乎不同種類，子宮環有效3至10年，但你可以隨時移除子宮環。例如，當你決定想嘗試懷孕，又或者轉用其他避孕方法。
在診所預約期間，醫療護理人員會花時間查看你的病歷，回答你可能有的任何問題，並在置入子宮環前檢查子宮頸。預約通常約30分鐘，過程可能有點不舒服，但很多女性都只有少量痛楚或無痛。如果你擔心不舒服，可以使用局部麻醉藥來令子宮頸麻醉。在置入子宮環後，部分女性可能會出現輕微出血或痙攣，就好像經痛一樣。建議在預約前吃一些小食或輕食，可以幫助你更加舒適。在置入後，你需要每4至6星期檢查子宮環的環繩。你可以容易地在陰道內輕輕觸摸到。如同任何避孕方式一樣，你需要留意一些潛在副作用。如果使用荷爾蒙子宮環，你可能會在最初幾個月出現無法預測的點狀出血或輕微出血。很多女性發現，在置入子宮環後，月經量會減輕或甚至完全停止。部分女性可能會出現輕微的副作用，例如頭痛、乳房觸痛或皮膚轉變，但通常會隨時間消退。如果使用同質子宮環，部分女性可能會出現經量輕微增加，或月經時間較長，又或者在2次月經期間點狀出血，特別是在置入子宮環初期幾個月。雖然風險很罕見，但亦應該要注意，子宮環可能會移位或跌出。在20位女性中，有大約1位出現這種情況。同時，亦有極輕微的感染風險，在置入最初幾星期時較高。在1000個個案中，約有1個會出現子宮環穿過子宮壁，並需要小手術來移除。雖然懷孕風險極低，但如果真的懷孕，出現宮外孕，即懷孕在子宮外生長的機會輕微較高。你應該要留意同質子宮環和荷爾蒙子宮環都不能提供性傳染病 STI 的保護，因此如果你有新的性伴侶，建議同時使用安全套。對於很多想有高度有效長期避孕方法的女性，宮內避孕法是非常好的選擇。無論你選擇荷爾蒙子宮環還是同質子宮環，你都可以安心知道，在幾年間無需再擔心避孕問題。如果你有興趣認識更多，或者了解宮內避孕法是否適合你，可以隨時與醫療護理人員討論，
他們可以為你講解不同選擇，並解答你可能有的任何問題。